都要相信你一届。晓早，你今年几岁啊？二八啊。你先等下啊，拜。我看你食小鲜肉，搁食五花肉，你唔惊拍巴肚哟？这个我真正需要你斗相共。这个人成功比了伊两救啊！你甲学生遐尼侪年的交情，你甲斗相共一个啦。我嘛想要甲你斗相共啊，不过我有家己的困难啊。等我专门囝转来，一定互你好看的。哼，我就是这查某囝啦。你唔是啦。三明治好食不？无较早好食。多谢你的捧场哦，欢迎下次再来。这3年店的生意愈来愈歹啊，即马有钱通纳贷款，我唔则想讲甲店收起来。迄是爸的店呢。这几年我酒恁爸的店只要有够啊，妈真正忝啊。是的，我真正经历落，店嘛收起来。